人崇拜上帝女神，係因為佢哋具有超乎常人嘅能力同埋美德。雖然我哋希望具有神嘅美德，但係往往只係懂得頌讚佢哋。真正嘅瑜伽同埋沉思，能夠令我哋重拾呢啲失去嘅能力。具有呢8種能力，就係人生成功嘅要素。第一，辨別是非嘅能力，即係能夠分別是非對錯。第二，作出判斷嘅能力，就係能夠衡量事情嘅輕重優劣而行事。第三，擺脫官能感覺嘅能力，就係喺患病或者身陷險境嘅時候，唔會因為身體嘅官能感覺而消沉。第四，容忍困難障礙嘅能力，就係不讓人生嘅困難褫奪我哋嘅快樂。第五，勇敢面對嘅能力。喺人生嘅路途上，我哋往往會遇到翻天覆地嘅風暴，我哋必須能夠鼓起內在嘅力量，屹立不倒。第六，包容消極思想嘅能力。我哋要好似大海一樣，能夠匯聚涓涓細流，而成為一片汪洋。第七，整理思緒嘅能力。我哋要唔受過去嘅事情牽制，做到忘記同埋寬恕。第八，要有合作嘅能力。如果能夠互相合作，繁重嘅工作都會變得輕鬆簡單。通過沉思入靜，我哋可以充滿力量，重拾過去神俾我哋嘅力量。